其實有暗瘡就唔使死嘅。治療暗瘡嘅藥物一般分為兩大類，第一類咧就係外用嘅藥物，第二類咧就係口服嘅藥物。外用嘅藥物咧有抗生素啦，例如紅霉素啦，同埋一啲叫做過氧苯酰嘅藥膏。另外有啲叫做維他命 A 嘅衍生物外用藥膏都可以用嘅。至於口服嘅藥物咧，例如有抗生素、紅霉素，同埋有啲叫做二維 A 酸嘅藥物可以服用嘅。咁醫生同埋藥劑師咧會根據佢病情咧，就會幫病人選擇一啲正確嘅藥物㗎啦。醫生啊，我要最勁嗰隻暗瘡藥啊！唔該你啊！現時醫學界治療頑固性嘅暗瘡咧，有二維 A 酸嘅藥物，但係服食二維 A 酸嘅藥物咧，要注意一點嘅，就係懷孕前1個月同埋懷孕期間咧，就千祈唔好服用，因為有證據研究顯示到咧，服食二維 A 酸咧，就會導致個胎兒會有畸胎嘅發展嘅。咁如果有病點算啊？其實懷孕咧嘅婦女咧，其實食藥嗰陣時一定要揾翻醫生，因為唔係所有藥物咧都係對個胎兒係安全嘅。咁例如一啲薄血丸啦、四環素啦、二維 A 酸啦，呢啲咧都會影響胎兒嘅發展，甚至乎有畸胎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盡量咧都要揾翻醫生，同埋等醫生去決定究竟食啲咩藥物。咁有冇邊啲藥一定唔食得㗎？婦女喺懷孕之前同埋喺懷孕個期間咧，有啲藥物係一定唔可以食嘅，例如維他命 A 嘅衍生物啦。二維 A 酸或者維他命 A 嘅補充劑咧，都唔可以服用嘅，因為呢啲維他命 A 嘅衍生物咧，有機會影響嗰啲細胞嘅分裂，令導致個胎兒咧會有畸胎嘅產生嘅，咁所以我哋就唔建議服用嘅。咁我都未諗住懷孕，食呢啲藥都冇問題啦。睇下你啲暗瘡都唔係咁嚴重啫，唔需要食啲咁強嘅藥啊，不如試下呢啲外用藥膏啊。邊隻啊？二維 A 酸 isotretinoin 係維他命 A 酸嘅口服劑。美國喺1982年至2000年間有近2000名婦女服藥期間懷孕，結果逾1200人墮胎，162宗誕下畸胎。